定是他被惹怒了，才对你我起了杀心。这么说来，是本王忽略了自己的言行，害了你。这也怪不得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我也只是泛泛的君子之交，是齐胜他想多了。若是能逃过此劫，回去后定要谨言慎行。没错，这次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争皇位的事儿，路途艰辛，任重道远。齐胜这个人性情冷漠，心机叵测，不是一般人斗得过的。你有没有想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？你我不争便能平安了吗？是他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的。争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；不争，就只能等死。你和我这一点倒是挺像的。我也常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，一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就一天觉得不稳定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大可不必如此忧虑。齐胜向来行事周全，顾全大局。他这次的计谋被我们化解了，便不会硬安一个罪名来杀我们。他要再想杀我们，也要从头谋划了。看来你倒是很了解他。不过既然你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更不能饿着了。我去找点饭来，顺便打点水，啊。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来，啊，醒醒，来，起来。你衣服呢？靠！都要杀了我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可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